部分今年的元旦有64个红婴仔出世，其中都有一对双生仔。为着要鼓励结婚生囝，桃园市放入生育补助。在囡仔出世之前，爸父的户口只要放伫咧桃园满一年，就拢会使申请。影室内底，婴仔困甲正胖甜。2025年，桃园有64位元旦婴仔出世，其中一对双生仔，总共28个查甫婴仔甲36个查某婴仔。市府也有丰富的元旦贺礼，生元旦婴仔的爸爸妈妈也拢真欢喜，感觉特别有意义。第一胎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还打算再生一个吗？爸爸想要，妈妈再想想。114年元旦，我们医院总共诞生了14位元旦宝宝，其中包含1位双胞胎。那去年的话是13位，大致上来讲是持平的状况。免疫分析桃园市新生人口特别多，主要是因为少年人移居桃园较多，加上新住民人口也在增加。桃园市富裕政策也真友善，为鼓励更较多少年家庭愿意移居桃园，佮提悬婚育的意愿，桃园佮放定生育津贴申请的条件。今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，只要法定代理人一方在新生儿出生前就设籍在桃园市，幼儿出生之后也连续设籍在桃园市1年以上的，也符合我们生育津贴的请领条件。妇幼局表示，过去民众反映，因为迁入桃园了后，实习时间无达到1年的规定。虽然婴仔伫桃园报户口，也无法度申请生育津贴。2025年元旦开始，生育津贴补助改用累计制。父母若伫婴仔出世之前设籍桃园，满1年就应开始申请育儿津贴。希望吸更较侪家庭来桃园住。公司记者桃园报道。